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14。提摩太后书3章10节到11节。你有学我所教示的，我会做人，生活的目标：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坚忍，以及所受的迫害甲苦难，这个你拢知。就是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甲罗斯德所拄到的迫害，我怎样在忍受？不过主有救我脱离这个。保罗勉励提摩太，要学习伊的款式，甲伊所教示伊的。无论是保罗的做人，也是伊生活的目标、信心、对人的宽容、疼心、甲忍耐，以及伊伫宣教中间所受的迫害甲苦难。因为保罗讲，这个你拢知，就是伊过去伫安提阿的教会、以哥念的教会、罗斯德教会所拄到的迫害。所以伊怎样来忍受这迫害时，保罗爱提摩太有缘安尼去学习，总是保罗伫遮所讲的。不过有救主来拯救伊脱离这个。伫保罗伊所教示，也是所行顶头，诚做提摩太信仰生活中间真好的示范甲模样。咱每一个人生活中间，咱是毋是会通诚做别人所学习信仰好的模样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伫伊的面前来坚固徛在，也祝福咱每一个人，互咱所行所做会通合伫上帝的心意，得主的欢喜。愿主时刻甲你送到天顶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